树这个角色，其实你刚刚也讲了很多啊，但我们现在集中讲他这个人的一些特色。我感觉他好像根据于适做了一些調整，整體比較俏皮了一點，而且比較現代的那種感覺。能不能講一下就怎麼調整這個角色？其實又係去到成個整體咯，因為成個整體我哋呢個係一個商業娛樂電影啊嘛，所以喺咁多啲硬核嘅動作設計或者個情節，亦都係比較悲壯等等之上呢，係有加咗喜感嘅成部電影。咁而八爺本身亦都係即係好中意喜劇嘅，所以每個角色一有位就會自然會發生咗咯。即係喺阿樹就係嗰幾段情節啦，最主要我諗係黑牛灘嗰段啦，即係佢一路前面出場好酷嘅，即係我哋都係還原翻呢個原著嘅即係樹本身嗰個核心嘅形象。咁但係黑牛灘嗰段就變咗嗰個綠面鬼變黑面鬼啊，跟住又去沖涼啊，即係會變咗好多呢一種感覺嘅嘢出嚟。我諗唔係好點樣好刻意要特登話將阿樹變成咁，而係成個戲劇頭先我講嘅嗰個大思想、大方向前提下，你每個角色好自然一齊走向咗嗰度嘅，即係包括埋刀馬亦都多咗幽默感嘅。跳進水裡的那場戲，我不記得漫畫有啊，大概是劇本在哪個階段的時候給他加上的？哦，冇嘅，嗰個原著冇嘅。黑牛灘嗰段戲呢，其實最主要真係講嘅戲劇就係原來樹即係同佢一齊上路呢個人係一個危險人物，佢都係要攞姿勢狼，就係頭先我講嘅麥高芬原理嚇，每個人都係啄住姿勢狼嘅呢個戲裏面，其實係要做一個咁嘅戲劇啫，同刀馬。咁原先嘅時候唔係一個火油嘅地方嚟嘅，即係最開頭我哋諗咗好多唔同嘅設計，因為呢個係個呈現方式嘅問題。開頭係一啲流沙迷宮啊，佢特登帶你去一個冇人走得出嘅地方，原來我就要困住你。點知原來個天一變呢，我自己都陷入於危險，因為一啲流沙一路變，我都走唔翻出去。咁但係因為製作好似處理比較難，即係再諗過咯，就變咗有呢個黑牛灘打火刀咁樣。有個黑牛灘，但係你又自然又發展咗，就會跌咗落去喎。咁當然都係阿導演啊，即係阿八爺佢哋。即係去一路拍一路，即係會牽涉有啲咁嘅改動出現咯。咁去到嗰個胡楊林嗰段戲嘅時候，就有個咁靚嘅水，就自然會咁樣跳咗落去。因為胡楊林嗰段係完全一個新加出嚟嘅戲嚟嘅嚇。呢個就係又係我去翻最開頭講嗰個成個電影結構。其實我哋好跟嗰個 Save the Cat 嗰個戲劇結構嗰個。係戲劇終點啊嘛，中間點嚇咁當然亦都係余伯薇老師嘅一個想法啦。成個沙漠大漠裏面水係好罕有嘅一個意象嚟噶嘛嚇。咁你喺嗰度出現嘅所有嘢就係一個偽假成功啊！所有嘢都係最靚、最漂亮、最美麗。咁所以嗰度會有胡楊林嘅景色，有水嘅景色。咁因為加咗一段咁嘅戲，而上一段樹又發展到變咗落咗黑油田，就一去到就會有嗰個畫面出現。喂，咁佢都變翻白色嘅喎之後，咁就會咁樣變咗有場喜感嘅處理咯。你們有沒有那種想要於是這個演員展示一下自己的性感的身體的這種想法？可能八爺有㗎。八爺可能有噶，唔講出嚟㗎咋把口。八爺拍得好，我看到最後樹有一場戲，就是說大戰的時候嘛，他其實前面他會出手幫刀馬，但是他後面刀馬跟谛聽他們對戰的時候，他又只是在旁邊看着，為什麼？因為我哋都按照原著嗰個精神面貌去講，其實佢係自私噶嘛，因為佢喺自己嘅世界裏面，佢係要自己去復仇。原著裏面佢就要攞一個名分。長安嗰度要立足，所以佢幫阿樂四爺去捉翻燕子娘其實佢係為咗攞個名分，可以喺嗰度生存，先至可以再去做佢嘅復仇計劃啫。咁我哋將佢變成咗喺呢一集嘅呈現裏面，就係要做天下第一標人，所以佢只會係做自己嘢，佢冇利益嘅嘢佢係唔做嘅。咁佢俾阿刀馬佢哋上車，都係因為見到係姿勢狼啊嘛咁再加埋見到刀馬原來都係第二號逃犯。咁我梗係一雞兩味一次過
即係我就成為咗第一標人啦咁。咁但係就係喺黑牛灘嗰段咧，佢俾刀馬救咗一次噶嘛，算係即係不殺之恩啦，即係冇殺到佢。江湖世界武俠世界裏面，我唔會欠你嘅。所以去到老莫嗰段咧，所有唔關事嘅人走，佢係第一個走，因為真係唔關佢事嘅。其實原著都唔關，原著都係咁嘅嚇。咁但係去到有事嗰下，即係刀馬被幾大家族嘅少主圍困嘅時候咧，咁佢有出手幫佢。其實佢係為咗還翻，即係我哋兩個人之間清翻嗰個關係啫嘛。但係喺嗰段打鬥裏面，佢又再俾阿烏魯魯又即係夾住咗嘛。我記得阿烏魯魯攆住佢，阿刀馬又救翻佢一次喎嚇。咁其實就不停玩緊一種咁嘅即係互相虧欠嘅關係。所以大沙捕嗰度佢都會救佢嘅，即係阿樹亦都有救到阿刀馬嘅，即係俾風沙吹走，即係用嗰把柱國之刃插住喺地下，因為嗰把刀係最勁嘅，即係阿刀馬嗰啲就普通刀嚟嘅啫。咁大家先至冇俾風沙吹走到啊嘛。咁某程度上佢哋其實就大家嘅關係係打平㗎啦，其實平咗㗎啦，即係冇話大家欠邊個㗎。去到姿勢郎話要翻轉頭，即係一個人都救唔到，又點樣講花滿天下呢？即係去救阿玉亞嗰段戲嘅時候，其實嗰度係做咗個交易㗎嘛。即係原來阿樹扮咗姿勢郎翻轉頭去幫刀馬一齊救阿玉亞，就係我可以幫你去救翻轉頭去救阿玉亞，但係我幫你救完阿玉亞之後，姿勢郎要屬於我，係一個交易嚟㗎，即係我要成為天下第一標人。咁刀馬都未答到嘅時候，姿勢郎已經 OK 啦，即係成交啦嚇。咁所以佢去救人翻轉頭，首先佢係一個生意嚟嘅。咁但係喺成個 ending 嘅大戰裏面咧，當然好多事發生啦。咁就係我所講啦。刀馬前面去睇人閱人無數，佢已經講咗句對白叫做玉面鬼終究不是鬼。其實我已經知道你唔係一個真係咁自私嘅人啦。只不過你性格孤僻嗰啲啫，因為你嘅出身，你會同我大家計邊個虧欠邊個各樣，你個人有幾壞啫。咁去到嗰個莫家市集嗰個最撚尾嘅 ending，佢亦都見到生靈塗炭噶嘛，即係阿樹。同埋假設上喺呢個電影語言上，帝聽同刀馬之間嗰個兩個人，即係兩兄弟之間嘅關係，其實講緊個天下大道理噶嘛。講緊天下蒼生嘅道理㗎嘛，因為嗰段對白好似係有講翻佢哋滅塵嘅時候，令到民不聊生嘅。今日呢一個處境再次出現啊嘛，喺呢個莫家集，所以阿樹喺呢一刻其實係成長咗嘅。佢去到最撚尾莫家集，刀馬同阿帝聽嘅大戰係同佢冇關係，即係佢覺得同自己冇關係嘅嘢，我係唔會出手，而我啲客人冇欠你，咁我梗係唔出手啦，係咁咯。咁但係佢最撚尾又會去繼續上路，或者救都會係救姿勢郎燕子良佢哋喺呢個 ending 嘅過程裏面，其實佢自己嘅人物都成長咗。佢固然係要復仇啦，佢要去長安復仇啦。咁但係姿勢郎係一個咩嚟㗎嘛？即係為民請命嘅一個革命義士嚟㗎嘛。咁所以佢咪要去保護佢咯，嗰刻，因為佢成長咗咯。咁樹係類大概係咁啦，個人物。